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政治大学的法律系有一个姓何的学生方指控，疑似开一间姓的牵狗仔的公司，表面上是要教人安怎拍七啊，但是实际上是咧牵这个性交易，而且是借用法律系教室来拍宣传影片，相当的大胆。政治大学有袂少学生听到这个代志拢真气愤，痛骂讲见笑，甲学校的面子是下了了。啊，这个姓何的学生是有伫咧网络顶来背会，讲伊无经过允准借用教室，搁来使用网络相片来做广告，伊真歹势。不过伊嘛强调讲，绝对无做性交易。啊，政治大学要来展开调查。强调女性陪你耍，也有联谊活动甲社交教练，这间号称会使教你安怎交女朋友甲娱乐服务的新创公司，看起来敢若真有创意，毋过暗中存色，幕后推手是政治大学法律系学生。甲女性约会都要成立35000块，强调讲会当有集体接触，啊是安怎？这甲讲好的这个人际关系课程无啥共款。公司官方的笑话有几张女性的相片未输咧宣挥，有学生公开这个内幕，讲和学校真见笑。有点傻眼。一刚开始我以为他只是开玩笑，就是什么有人打赌可能输了，然后要上来发这个，所以我就划过去，然后我也没有特别看一下内容。他可能有时候会在可能交流版 po 什么是要真人的讯息这样子，法学院的教室就是直接进去，对，就是拍什么宣传片之类的。少年人创业，佮将这个资料铺伫校园公开讨论版伫找人，甲人拍起来步数。消息一个传出来了后，公司负责人一个姓何的学生已经伫网络公开会室内表示讲愿意负起一切责任，目前也无任何盈利。伊嘛强调讲，绝对无从事性交易，包括女性相片甲网页的设计，拢是使用网络的相片。正大是回应讲，法律系已经主动找这位学生展开调查，会依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审议。Hello， 我是叶明。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